故事的开始，好像总是发生在灿烂的夏天。要是送1楼到4楼的距离，原来只有3年。要是门卫44趟爱，很有夫妻脸，各种奇风样料都搞不懂，还有新事业，各种曾经狂热的海报照片，几块几毛钱，我们穿上西装，假装成长，狡辩挥霍习惯的少年。